歡迎返我嘅 YouTube 頻道。你有冇問過自己，點解我成日遇到渣男？甚至開始懷疑，係咪我唔夠好？係咪我注定唔值得被愛？今日呢個個案，可能會俾你一個從來冇諗過嘅答案。李小姐，一個好善良、好細心嘅女仔，佢對每一段感情都好投入、好付出，但奇怪嘅係，佢成日遇到渣男，有嘅出軌，有嘅呃錢，有嘅玩完即走。一次又一次，佢問自己，點解我咁黑仔？點解上天對我咁唔公平？後來，李小姐揾我解讀潛意識，想了解自己嘅感情模式。解讀出嚟嘅信息，令佢當場沉默咗好耐。佢嘅潛意識一直覺得，乞求對方先有愛。仲有另一個原因，就係佢一直將自己放在低微嘅位置。李小姐潛意識入面，一直相信一個信念，我要好努力討好對方，先值得被愛，同埋放低自己，先可以留住一個人。呢種卑微嘅氣場，就好似一個無形嘅信號，吸引一啲想操控、想佔便宜、想傷害人嘅對象。因為佢哋感應到，呢個人可以欺負，而且當 A 小姐喺關係入面遇到不公平嘅對待，佢嘅反應係乜？忍、驚、退縮，佢唔敢出聲，唔敢捍衛自己，結果對方更加睇佢唔起，變本加厲。知道原因之後，李小姐做咗一個好重要嘅決定，我唔想再咁樣落去。佢開始學習，第一，唔再貶低自己，每日同自己講，我值得被愛，唔需要乞求。第二，捍衛自己應有嘅權益，遇到不公平，佢學會出聲，學會企硬，學會話咁樣對我唔得。當李小姐嘅氣場開始改變，神奇嘅事發生咗，佢吸引到嘅人都唔同晒。有尊重佢嘅人，有真心對佢好嘅人，有願意同佢平等相處嘅人。呢個案話俾我哋知，你遇到咩人，往往反映你點樣對待自己。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唔值錢，個世界就會派一啲唔值錢嘅人嚟配合你。但當你開始珍惜自己，個世界都會開始珍惜你。如果你都成日遇到渣男，或者喺關係入面總係委屈自己，不妨問下自己，我嘅潛意識係咪一直話我知我唔值得？記得訂閱頻道，一齊用潛意識嘅智慧，學識愛自己，吸引真正值得嘅人。我哋下次見。